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破音字漏读，字音请自行对照文字档更正。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___________禅宗专辑所收经典一览表9808，禅宗专辑典籍读诵国语版。3级禅宗永嘉集。地堂渗水沙门玄决传设名要因其体。无体则名之本无，如是则体不名生，名生于体耳。今之体在名前，名从体后变者，如此则设名以名其体。故知体是名缘耳，则名之所由缘起于体，体之缘去何所因依？夫体不我行，假缘会而成体，缘非我会，因会体而成缘。若体之未行，则缘何所会？若缘之未会，则体何所行？体行则缘会而行，缘会则体行而会，体行而会则名。行无别会，行无别会，则会本无也。缘会而行则名，会无别行，会无别行，则行本无也。是以万法从缘，无自体耳。体而无自，故名性空。性之即空，虽缘会而非有；缘之即会，虽性空而不无。是以缘会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无，无而不无。何者会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缘会，故曰非无。今言不有不无者，非是离有别有一无也，亦非离无别有一有也。如是则名法非有无，故以非有非无名耳。不是非有非无，既非有无，又非有非无也。如是何独言语道断？亦乃心行处灭也。劝有人书第9，婺州濮阳县左西山朗禅师，赵大师三居书，自道灵犀，泰然心意，高低峰定，振息常游，时事言堪，伏乎宴坐，青松碧肘，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过，蜂鸟衔江，猿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振，细草未沾，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放。大师达朗禅师书自别以来，经今数载，遥心眷想，时复成劳。忽奉来书，释然无虑，不违信后。道体如何？法谓资神，故应清乐也。玄觉出得言时，亲永得因，非言可述。诚怀节操，独处幽栖，铭记人间。前行三顾，亲朋绝望，鸟兽时游，静夜绵绵，中朝寂寂，视听都息，心泪去然，独宿孤峰，端居树下，西凡参道，成何如之？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途喧扰，乃无习而一心。若非解气玄宗，
平伏真去者，则未可忧居报拙。自谓一生于，应当博问先知。夫应诚恳，执掌屈膝，整义端容，小叶忘皮，始终前仰，折错深扣，捐金怠慢，不顾平排，专精治道者，可谓成神方寸余。夫欲采妙探玄，实非容易。抉择之次，如履轻冰，必须侧耳目而奉玄音，肃情沉而赏幽志，妄言艳志，着泪贪微，息涕朝群，不滥思发。如是则乃可前行三顾，既累绝群灾，其或心境未通，主物成庸，而欲必宣求经者，近世未有其方。况乎郁郁长林，峨峨耸跳，鸟兽呜咽，松竹纷烧，水石峥嵘，风枝萧索，藤萝迎伴，云雾氤氲，节物衰荣，晨昏眩晃，思之种类，岂非喧杂耶？故知见或上迂，处途成至耳。是以先驱十道后乃居三。若为十道而先居三者，但见其三，必忘其道；若为居三而先十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三。忘三则道性疑神，忘道则三庭炫目。是以见道忘三者，人间异迹也；见三忘道者，三中乃宣也。必能了因无我，无我谁住人间？若知因路如空，空具何殊三顾？如其三毒未驱，六尘上扰，身心自相矛盾，何关人三之宣寂耶？且夫道性冲虚，万物本非其类，真此平等，声色何非道乎？特因见道或生，遂成轮转耳。若能了境非有，触目无非道场，知了本无，所以不圆而照，圆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灵而变悲，即想念而明志，志生则法应圆照。离境何以观悲？悲智理何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尽生而悲大，照穷尽以致圆。致圆则宣寂同观，悲大则愿亲普救。如是则何假常居三顾？随处任缘哉？况乎法虚荣，心心寂灭，本自非有，谁强言无？何喧扰之可喧？何寂静之可寂？若知物我名一，彼此无非道场，复何喧杂于人间？散寂寞于三顾，是以是动求静者，增加爱也；离怨求亲者，厌见心聋也。若能目寂于宣，是禅无非厌作，只为纳顺，愿债由来散犹矣。如是则劫夺回辱，何曾非我本师？教缓宣繁，无非寂灭，故知妙道无形，万象不乖，其至真如寂灭。众想迷异其源，迷之则见道或生，悟之则为顺无弊。去寂非有缘会而能生，俄疑非无缘散而能灭。灭寂非灭以何灭灭？
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灭既虚，实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沉而不喜？至灯了了，何或物而不屈？乖之则六趣循环，会之则三途迥出。如是则何不乘惠州而游伐害？而欲驾折轴于山谷者哉？故知物类谢谢，其性自依，灵源寂寂，不照而知实相。天真灵智非道，人迷谓之知，人物谓之德。德失在于人，何观动静者乎？匹夫未解乘舟，而欲愿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识玄宗，虚心明气，动静常断，语莫归，继而有归，恬然无见。如是则乃可逍遥山谷，放旷交禅家交游逸行仪，既踏心腹，恬淡息于内，消散扬于外。其身兮若居，其心兮若泰。现行融于寰宇，潜幽灵于法界。如是则应机有感，释然无准矣。因信略次，于更何深？若非至朋，安敢轻触？厌计之暇，实暂思量。语必狂言，吾当看尽。回冲只进而不宣，同有玄觉何难？发愿闻第时，稽首圆满便知觉。寂静平等本真源，相好言客非有无。慧明普照微尘沙，稽首湛然真妙觉。甚深12修多罗，非文非字非言全。一音随类皆明了，稽首清净诸贤圣。十方和应真僧，持持境界无有为。振息邪平立寒食，卵生胎生即失化。有色无色想非想，非有非无想杂类。六道轮回不暂停，我今稽首归三宝。普为众生发道心，群生沈沦苦海中。愿因诸佛法僧力，慈悲方便拨诸苦。不舍宏愿济寒灵，化力自在度无穷。杀众生成正觉，说此即已。我复稽首归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僧前，成三宝力，至心发愿，修无上菩提，气从今生，至成正觉。中间决定，勤求不退，未得道前，身无横病，寿不重夭，正命尽时，不见恶香，无诸恐怖，不生颠倒，身无苦痛，心不散乱，正慧明了，不惊中阴，不入地狱，畜生恶鬼，水陆空行，天魔外道，幽冥鬼神，一切杂行，皆悉不受。常得人身，聪明正直，不生恶国，不执恶王，不生边地，不受贫苦，奴婢女行，黄门二根，黄发黑赤，顽愚暗钝，丑陋残缺，盲聋哑，凡事可恶，毕竟不生。出处中国，正信家生，常得男身，六根顽具，端正相结，
无诸垢秽，志意和雅，身安心静，不贪吃，三毒永断，不造众恶，思诸善，不作王臣，不为使命，不愿荣事，安贫度世，少欲知足，不常触机，衣食躬身，不行偷盗，不杀众生，不鱼肉，敬爱寒食，如我无益，性情柔软，不求人过，不称己善，不与物争，愿亲平等，不起分别，不生憎爱，他物不自财不吝，不乐侵犯，怀志直，心不足报，常乐天下，口无恶说，身无恶行，心不谄曲，三业清净，在处安隐，无诸障难，窃盗劫贼，枉法牢狱，家障钩锁，刀枪箭射，猛兽毒虫，堕风溺水，火烧风飘，雷惊霹雳，树折烟颓，堂崩洞朽，窝打部位，趁烛围绕，执着系缚，家屋毁谤，横柱勾牵，凡诸难事，一切不受，恶鬼非灾，天行独立，邪魔魍魉，若河若海，崇山穷岳，居止树神，凡是灵，闻我名者，见我行者，发菩提心，悉相附护，不相侵扰，昼夜安隐，无诸惊惧，四大康强，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心无乱想，不有昏智，不生断见，不得空有，远离诸相，信奉能人，不执己见，悟解明了，生生修习，正慧坚固，不被魔摄，大命终时，安然快乐，舍身受身，无有怨怼，一切众生同为善友，所生之处，持佛闻法，同真出家，为僧和，深深知福，不离袈裟，时时知气，不乖于波，道心坚固，不生慢，敬重三宝，常修梵行，亲近名师，随善知识，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读诵大乘，行道礼拜，妙味香花，音声赞美，灯烛台观，山海林泉，空中平地，世间所有微尘以上，悉持供养，合集功德，回助菩提，思维乐意，至乐坚静，倾诉寂寞，不爱喧扰，不乐群居，常好独处，一切无求，专心定慧，六通具足，化度众生，随心所愿，自在无碍，万行成就，精妙无穷，正直圆明，至成佛道，愿以此善根，普及十方界，上穷游顶，下济风轮，天上人间，六道诸身，一切含识，我所有功德，悉与众生共，尽于微尘劫，不为一众生，
随我有善根，普皆充熏视，地狱中苦恼。南无佛法僧，称佛法僧名，愿皆蒙解脱。恶鬼中苦恼。南无佛法僧，称佛法僧名，愿皆蒙解脱。畜生中苦恼。南无佛法僧，称佛法僧名，愿皆蒙解脱。天人阿修罗，杀猪寒食，八苦相间破。南无佛法僧，因我此善根，普免诸缠缚。南无三世佛，南无修多罗，菩萨声闻僧，微尘诸圣众，不舍本慈悲，摄受群生类，尽空诸寒食，皈依佛法僧，离苦出三途，即得超三界，各发菩提心，昼夜行盘热，生生勤精进，常如旧头燃，先得菩提时，誓愿相度脱。我行道礼拜，我诵经念佛，我修戒定慧。南无佛法僧，普愿诸众生悉皆成佛道。我等诸寒食，坚固求菩提，顶礼佛法僧，愿早成正觉。禅宗永嘉集中，禅源诸全集都续唐宗秘术，众客禅源全续道不能自明，假人而明。屋虽不同，道德未尝不同也。苟不同不足以为道，如仲尼之一贯，老聃之无为，世事之空寂，仁义道同，此其正也。况夫禅教两宗同出于佛，禅佛心也，教佛口也，岂有心口自相矛盾者乎？奈何去圣时遥，师承各异。教者指禅为暗证，禅者目教为见修，明暗未得其功，顿见往之幽定，迭为诋毁殆若愁愁，非但古之空言，亦且彼之检测。世道日下，必将何如？西归风禅师唤之，遂将教禅诸组着数章句旨意相符者，即为一书，名曰禅源诸全，以训于世，将使两家学者知一佛无二道，四合无异味，言归于好，永无败蒙。源泉之功，岂易良哉？于每见南方此地尤甚，安得人有事书依喜就习？贤语为心心念至此，未尝不费时而叹也。今雪堂总统大师，若有所弃，特捐一场父亲珠子，以广流传。千里走书笔未续引，裴公向国计数于前，自是何人敢死凌冽以遗使者之票？然而此书平生所爱慕者，何幸挂名其间？故不让也。大德7年7月，驻昆山建言，无外为大序。众客禅源全续禅源全者，唐归风禅师之所作也。佛之道广州法界，而细入微尘，非有非空，无内无外。后之学禅者，至穷实相，以言语为科先；设教者，悟合真权，以空寂为淡次，离为一门，莫名统一。岂佛之道本然哉？于是以教三种正禅三宗，
为一性说相，即希望修心，破相显性，即敏觉无际，显示真心，即直明心性，江汉疏流而同归至海，酸咸易调而共真禅味，至于空宗性宗之别，顿修渐修之殊，莫不会其指归开示正觉，然又虑莫学之易惑而难悟也，则右旁行为图诸莫以致之，自顿觉至成佛，时众未尽，自不觉至受报，时众未染，竟染之源由于圣凡，心法悉具真妄，是名藏实，不觉则迷真主，妄力劫轮回，顿觉则舍妄归真，随顺解脱。虽然学者要知真如阐教如标月之，若复见月了之所标毕竟非月，则全图两忘，于智通未盘惹，构境具正菩提，南岳天台南北秀，与达摩东来宗旨无有差别，上何禅与教之分哉？唐大宗时，裴相国修为之序，副手书仕途，赴荆州延昌寺，后传为进师，再传玄气师，而徒行闵乡5月间，国朝至元12年，世祖御广函电，愿问禅教要义，帝师及诸德，以禅源全对，上议月命版行于世。后29年为大德癸卯，赐法雪堂人禅师，奉旨之舞台，回途过大同，得今石前觉公禅师所书图，一家考定，仅粹以传诸愿。比归峰禅师言真显正，化导群迷之意，永久不坠，其威力亦何可称量？闻元与师为方外交，乃随喜赞叹，为之自叙其说书诸编首。是岁闰月朔，应奉翰林文字将事左郎同知至告监国事，愿编修官巴西邓文元书。众客禅源全续雪堂禅师，至时雄脉行解圆通，喜修位，乐之余，一日谓于曰：于常幻世之学佛者，不究如来摄教之因妄执空有境分大小，曰顿曰见曰禅曰律，孜孜分分千数百年，如护父祖始具受病，虽欲一二同治有以体之，恨不能加育而护小也。幸得归峰所述禅源泉，其文博雅，其旨切当，悉去前所患者，道其所以然。且作图是心一真实地含三大义，无名原染诸相妄气，依修断法或正入理，提纲举要如指诸障。西至元12年春正月，世祖皇帝万机之暇，欲穷华岛延请帝师，太保文真刘公义在焉，乃诏在京速问诸禅教乖护之意。先师西公等8人，因以归封禅源全文未对，允切陈中。当时先师主其弟双全太公位之际，仍命雪堂漏版流行，予以3问诸方，未暇其次。向于云中普恩兴国24各获1本，后在京万寿方丈，复得辽朝崇天皇太后清明8年印造颁行天下定本，与文士校正拟，欲刻子以传永久。
请续一言雍身先师一志。余闻之喜曰：今子之心即归，封之幽士之心也。然不有斯文，无以解其惑；不受其传，无以立其众。学者笃之而勤，不前解不生，亦何意矣？古人所谓四难者，今三难不具其一，则在诸方三学者倘能不负二师弘法利人之念，尽心批完，勤浅解生，如王梁总六配时通衢，阿师驾盘惹航登彼岸，其有不达者哉？翰林代至朝列大夫同修，国史贾鲁周续禅元朱全集都续唐绵州刺史裴修数归封禅师及禅元朱全为禅藏而都续之。河东裴修曰：未曾有也。自如来现世随机立交，菩萨兼生具并指要，故一代实教，开深浅之三门，一真净心，眼性相之别法，马龙二世，皆弘钓喻之说，而空性一宗，能修二师，具传达摩之心，而顿见书柄，何则直指之见？江西一切皆真，天台专一三观，牛头无有一发，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收，反夺顺去，密旨显说，故天竺中下其宗实凡，良以并有千元要生多品，投机随气不得一统，虽具为正悟之门，尽是正真之道，而诸宗门下通少居多，故数十年来师法易坏，以成秉为护有，各自开张，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情随寒始而千变。孟子曰：使人岂不仁于寒人哉？寒人唯恐伤人，使人唯恐不伤人，盖所习之术然也。今学者但随宗徒彼此相非耳。寒字，唐韵，从今寒者，开甲也。周礼，寒人为甲，即造甲之人，古字多单谓之，故孟子亦单作。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分拿莫能辨析，则向者世尊菩萨诸方教宗，是足以起正。后人增烦恼病，何利益之有哉？归封大师久而叹曰：吾丁此时不可以莫矣。众尼三师书正理乐，皆不得已而为之，故述而不作，乃圣人贵道不贵机，亦道无久修当宗佛法。今乎何会诸宗，岂欲立机哉？不得已也，丁当也，正当须何会之时也。于是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平盘拆串为一筋，绞酥烙醍醐为一味，震纲领而举者皆顺。荀子云：如震求令，屈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具会要而来者同屈，屈自平生乎之。周易略历云：具会要以官方来，则路合弗凑，未足多也。都续具原交以印诸宗，虽百家亦无所不同也。尚恐学者之难明也。又复直视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隐显法义之差殊，
顿见之异同，遮表之回护，全实之深浅，通局之是非。此下汉叙述显，明而丁宁，喻人物也。莫不其耳而告之。毛诗云：匪面命之言其耳，当使其彼人不修得慌乱。言我不对面向汝说，又其耳，就耳边告汝，汝终不改也。亦说丁宁之甚，执掌而视之。《论语》云：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指其掌。言夫子与了指自手掌是弟子，言见此事分明，如掌中之物异了，深以后之，爱软以诱之，此下汉慈悲忧念，如养赤子也。汝而要之，忧佛众之夭伤也。无少善根而作产其，是夭伤也。复而庸之。毛诗云：父我故我，言慈母念幼子，腹中抱我，暂起去又回头，故我念兮之深也。念水火之漂焚也。欲是水火，切而导之具，狭小之迷陷也。既有善根，又离五欲，复恐不入于大成也。挥而散之，非斗争之牢固也。大明不能破长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后之子，此下汉悲志与佛同也。佛日虽盛，得无失然后回光驱照；佛慈悲虽富，得无失然后弘一米多。若无失者，捧佛日而委屈回照，一尽除，顺佛心而恒根大悲，穷结蒙毅，则世尊为阐教之主，无师为会教之人，本末相符，远近相照，可谓必一代时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会而通之，能事方必。或曰：自如来未尝大兜而通之，今一旦为宗去而不守，废官房而不惧，吾乃乖密藏秘器之道乎？答曰：佛于法华灭会中，亦以容为一位，但昧者不觉，故灭经。迦叶菩萨曰：诸佛有密与无密藏。世尊赞之曰：如来之言，开发显露清净无异，愚人不解谓之密藏，智者了达则不明藏，此其正也。故王道兴则外护，不避而守在容仪；佛道备则诸法总持而防在魔外。灭缘交合会诸法，唯简别魔说及外道邪宗耳。不当复执情让，必于其间也。呜呼！后之学者，当取信于佛，无取信于人；当取正于本法，无取正于位习。都续以佛语印诸宗，以本法照天说。故丁宁劝其深信，能如是则不孤归风劬劳之得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师之德，过于是矣。后之人观其法而不生悲感，目实无益，且须保重也。禅圆诸全集都续卷上之仪，一名禅那理行诸全集唐归峰山沙门宗秘术禅圆诸全集者，写录诸家所述，全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记，即为一堂，
以遗后代，故都其此名也。禅是天竺之语，据云禅那，中华翻为思为修，一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原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一名佛性，一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此性是禅之本源，故云禅源，一名禅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情弃之是禅行，故云理行。然今所及诸家述作，多谈禅理，少谈禅行，故且以禅源提之。今只有旦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志，又不变华烛之因也。然亦非离真性别有禅体，但众生迷真合尘，即名散乱，被尘合真，方名禅定。若直论本性，即非真非妄，无被无合，无定无乱，谁言禅乎？况此真性非为是禅门之源，亦是万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众生迷悟之源，故名如来藏识。出楞伽经，亦是诸佛万德之源，故名佛性；灭等经，亦是菩萨万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网经心地法门品云：是诸佛之本源，是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万行不出六波罗蜜，禅门但是六中之一，当其第五，岂可都目真性为一禅行哉？然禅定一行最为神妙，能发起性上无漏智慧，一切妙用万德万行，乃至神通光明，皆从定发。故三乘学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至于念佛求生净土，亦须修16观禅，即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则不垢不净，凡圣无差。禅则有浅有深，皆即殊等。未待意记心上咽下而修者，是外道禅；正信因果意以心验而修者，是凡夫禅；悟我空天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禅。上四类，皆有四色四空之意也。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习，自然见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者，是此禅也。达摩谓道，古来诸家所解，皆是前四禅八定。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岳天台，令依三谛之理修三止三观。教义虽最圆妙，然其去入门户四谛，亦只是前之诸禅行相，为达摩所传者，顿通佛体，迥异诸门，故宗习者难得其志，得即成圣，即证菩提，失即成邪。
速入途畔。先祖革妹防师，故且人传一人，后代已有所凭，故任千灯千照。既乎法九成必错谬者多，故经论学人一谤一众。原夫佛说顿教见教，禅开顿门见门，二教二门各相服气。今讲者天章见义，禅者天波顿宗。禅讲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素生何作得此心。自为解脱欲解他父，为法忘于虚命，泯人歇于神情。亦如镜明云：若自有父能解他父，无有是处。然欲罢不能厌，世俗事难改。每判人与法差，法为人病，故别撰经律论书，大开戒定慧门，显顿悟资于见修，正师说服于佛义。义既本末而伪饰，文乃好博而难寻。范学虽多秉志者少，况积设名香。谁辨今家于徒自疲劳，未见机干。虽佛说悲增世行，而自律爱见难防。遂舍众入山起定军会，前后西律相继10年。云前后者，中间被斥追入内筑城3年，方却表请归山也。微细其情，起灭章于定会，差别法义，罗列见于空心。虚系日光先哀扰扰，清潭水底影像昭昭。其彼夫空手莫之痴禅，但寻闻之狂慧者，然本因了自心而变诸教，故肯情于心中。又因变诸教而解修心，故虔诚于教义。教也者，诸佛菩萨所留经论也；禅也者，诸善知识所述句记也。但佛经开张罗，大千八部之众，禅记脱略，就此方一类之机。罗众得当难依，就机即只得易用。今之短机亦在斯焉。问夫言脱略者，文须简约，意须周足，理应脱数多义在少文中。且诸佛说经皆具法、法体、义理、因三贤识的37品十波罗蜜果。佛之妙用，信法、解义、修力为修因，正果。虽世界各异化一不同，其所立教无不类似。故华严美会美味，皆解十方世界悉同此说。今兰所集诸家阐述，多是随问反至绚丽炫破，无思轮序，不见始终，岂得名为脱略佛教？达佛出世立教，与师随处度人，事体个别。佛教万代一逢，理须伪饰，师训在即时度脱，意指玄通，玄通必在妄言，故言下不留其机，机决于义地，理现于心源，即信解修正，不为而自然成就。经律书论，不习而自然明通。故有问修道，即答以无修；有求解脱，即反至随复；有问成佛之路，即云本无凡夫；有问临终安心，
即云本来无事，或亦云此事妄此是真。如是用心，如是息业。举要而言，但是随当时事应当时机。何有定法名阿菩提？其有定行名摩诃般若。但得情无所念，意无所谓，心无所生，慧无所住，即真信真解真修真正也。若不了自心，但执名教欲求佛道者，岂不现见识，自看经缘不正悟？消闻是以为是贪嗔耶？况阿难多闻总持，积岁不登圣果，悉缘反照，暂时即正无生，即知成交之意，度人之方，各有其由，不应于文字而得也。问记众得意不对专文，即何必转及此诸句记？答即有二义：一有虽经师授而悟不觉究，又不逢诸善知识处处贪弃者，今览之辩见诸师言义，以通其心以绝于念。二为误解了者欲为人师，令广其见闻，增其善巧。一解摄众答问教授也。即上云：罗天界及莽荡难依，就一方即只得意用也。然又非直资妄言之门，一兼垂禅教之意，非但令意服于佛，亦欲使文合于经。既闻似乖而令合时，谓不亦虚判依旁经大小，成全实理了亦不了义，方可印定诸宗禅门各有旨趣，不乖佛意也。谓依旁经论统为三众，禅门言教一统为三宗，各在下文别事，配对相符，方成圆见。问今习禅权和观经论？答有时所以。须知经论全实，方便诸禅是非；又须识禅心性，相方解经论理事。一知有本末逢本因末故，二禅有诸宗互相为阻故，三经如绳墨楷定邪正故，四经有全实须依了义故，五良有三种堪气须同故，六仪有多般须具通觉故，七法亦不同善须辨识故，八心通性相明同异别故，九悟修顿见言四为反故，十师受方便须实要病故，出言师有本末者，谓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附菩萨道论始末，为弘佛经，况家业乃至毛多弘传接间三藏，其多加以下，因僧正律教别行。宾国以来，因往南经论分化，中间马明龙树西是祖师，造论是经数千万计，观风化物无定是疑，未有讲者毁禅，禅者毁讲。达摩受法天竺公至中华，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唯以明数未解释相未行。欲令知月不在执法是我心，故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显宗破执，故有斯言，非离文字说解脱也。故教授得意之者，即频赞金刚楞伽云：此二经是我心要，今时弟子彼此迷缘，修心者以经论为别宗，讲说者以禅门为别法，
文谈因果修正，便推属经论之家。不知修正正是禅门之本质。文说即心即佛，便推属胸襟之禅。不知心佛正是经论之本意。前序有人南云：禅师何得讲说？于今以此答也。今若不以全实之经论对配深浅禅宗，焉得以交照心以心解交？二禅有诸宗互相违反者，今即所述代且百家，宗义别者犹将实事。为江西何则被秀南牛头石头宝堂宣史及筹纳天台等立宗传法互相乖阻，有以空为本，有以知为源，有云寂寞方真，有云行作皆是，有云见今朝暮分别为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别为作一切皆真，有万行悉存，有见佛一名，有放任其志，有拘束其心，有以经律为所依，有以经律为障道，非为语而乃确言，确弘其宗，确毁于类，争得何会也？问是者即收，非者即见，何须委屈何会？答或空或有，或性或相，悉非邪僻。但缘各皆党己谓是，是彼谓非，彼此确定，故须何会？问既皆非邪，即各任确定，何必会之？答至道归一经义无二，不应两存。至道非边了亦不天，不应单去，故必须会之，谓一令皆圆妙。问以兵杂火势不俱全，将矛刺盾弓不双胜，诸宗所执既互相违，一事则有一非，如何会令皆妙？答俱存其法，俱遣其病，即皆妙也。为以法救人极难，以人救法极易。人多随情互执，执即相违，诚如冰火相和，矛盾相抵，故难也。法本称理互通，通即互顺自然，名流皆水不串，皆筋故易也。举要而言，举之则皆非，会之则皆是。若不以佛语，各视其意，各收其长，统谓三宗对于三教，则何以会位宜？待善巧俱成要妙法门，各忘其情，同归至海，为佛所说极义而同，故曰佛经会三位一。三经如绳墨开定邪正者，绳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绳墨为凭；经论非禅，传禅者必以经论为准。中下根者但可依师，师自观根随分指授；上根之辈务须圆通，为究佛言何同佛见？问所在皆有佛经，任学者转读参会。今即禅要何必辩经？答此亦及其次之文，便是答此问也。四经有全实须依了义者，为佛说诸经，有随自一语，有随他一语，有称必定之理，有随当时之机，有全性相，有顿见大小，有了义不了义，文或比体相，为义必圆通无碍。龙藏浩瀚，何见指归？故今但以十余指都觉得之，另一指圆见佛意，见佛意后即被寻依藏，
即句句之宗。五梁有三种，堪气虚同者，西域诸贤圣所结法义，皆以三梁为定：一比量，二现量，三佛言量。量者，如度量生斗量物之定也。比量者，以因由譬喻比度也。如远见烟蔽之有火，虽不见火亦非虚妄。现量者亲自现见，不假推度，自然定也。佛言量者，以诸经为定也。堪气虚同者，若但凭佛语，不自比度正悟自心者，只是泛信，于己为义。若但取现量自见为定，不堪佛语，焉知邪正？外道六知心，见所执之理修之，亦得功用自谓为正，岂知是邪？若但用比量者，既无圣交及自所见，曰何比度？比度何法？故须三量堪同方位决定。禅宗已多有现比二量，今更以经论印，知得三量位矣。六已有多般须具通觉者，数十年中品有经论大德。问于曰：四禅八定皆在上界，此界无禅。凡修禅者，须依经论引，取上界禅定，而于此界修习。修习成者，皆是彼禅。诸教具名，无出此者。如何离此别说禅门？既不依经即是邪道。又有问曰：经云，见修结方正菩提，禅称顿悟刹那变成正觉。经是佛语，禅是僧言，为佛尊僧，切疑未可。又有问曰：禅门要旨无是无非，徒歌怨亲不嗔不喜，何以南能北秀水火之嫌？何得洪州三商之气？又有问曰：六代禅宗师资传授禅法，皆云内受密语，外传信依，依法相资以为符印。曹溪以后不闻此事，未审今时化人说密与否？不说则所传者非达摩之法，说则闻者尽何得依？又有禅德问曰：达摩传心不立文字，汝何违背先祖讲论传经？晋复问曰：敬明以喝宴坐，何得每事明心？曹溪见人结夹层，自将杖打起。今问：如每因交界即劝坐禅，禅罗列便于言鹤，乖宗为祖，无切疑焉。余虽随时各以筹对，然疑者千万，泯其未闻。况所难知者情皆变直，所执各异，彼此互为，因觉深疑复增以病。故须开三门义，平一藏经，总达前疑无不通彻，下随相当文义一一矫注。只知达此诸难，欲见达处，须简注文也。其法义不同，善须辨识者，凡欲明解诸法性相，先须辨得法义，依法解义，义即分明，以义全法，法即显着。今且曰是物明之，如真金随工匠等原作不穿完展种种器物，今性必不变为铜铁。今即是法，不变随缘是义。设有人问，说何物不变？
何物随缘？只何达云今也？以喻一旁经论义理。只是说心，心即是法，一切是义。故经云：无量义者从一法生。然无量义统为二种：一不变，二随缘。诸经只说此心随迷悟缘成垢净凡圣烦恼菩提有漏无漏等，亦只说此心垢净等时缘来不变常自寂灭真实如如等。设有人问：说何法不变？何法随缘？只何达云心也？不变是性，随缘是相。当知性相皆是一心上义。今性相二宗互相非者，良由不识真心。每闻心字将谓只是80，不知80，但是真心上随缘之意。故马明菩萨以一心为法，以真如生灭二门为义。论云：依于此心显示摩诃演义。心真如是体，心生灭是相用。只说此心不虚妄故云真，不变异故云如。是以论中一一云心真如心生灭。今识禅者多不识义，故但呼心为禅；讲者多不识法，故但曰明说义。虽名生执难可会通，闻心为浅，闻性为深，或却以性为法，以心为义。故须曰三宗经论相对照之法义既显，但归一心自然无证。八心通性相明同义别者，诸经或毁心是贼，是令断除；或赞心是佛，劝令修习；或云善心、恶心、净心、垢心、贪心、嗔心、慈心、悲心；或云脱净心生；或云心生于净；或云寂灭为心；或云缘虑为心，乃至种种相违。若不以诸宗相对显示，则看经者何以辨之？未当有多种心，未复只是一般心耶？今且略示明体。言心者，略有4种。梵语个别翻译一书。一歌利陀耶？此云肉团心，此是身中五旁心也。据如黄庭经五旁论说也。二缘虑心，此是80。据能缘虑自分境故，色是眼识境，乃至根身种子气世界是阿赖耶识之境，各缘一分，故云自分。此8个有心所善恶之书，诸经之中，目诸心所总名心也。为善心、恶心等3至多耶？此云集体心，为第80。积集种子生起现行故。黄庭经五旁论，目之为神，悉国外道，即之为我，皆是此时。四前利陀耶？此云坚持心，亦云真实心，此是真心也。然第80无别自体，但是真心已不觉故，与诸妄想有和合不合合意。和合意者，能含染净目为常识；不和合者，体常不变目为真如。都是如来藏。故楞伽云：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即如来藏。如来藏亦是在禅法身。如圣经说，故知4种心本同一体。故密言经云：
佛说如来藏，法身在禅之名，以为阿赖耶。藏时，恶会不能知藏即赖耶时，有执真如与赖耶体别者，是恶会。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今与止不辗转无差别，止不等于赖耶，今与真如都名如来藏，然虽同体，真妄一别，本末一殊。前三世相，后一世性，一性体相盖有因由，会相归性非无所以，性相无碍都是一心。迷之极处面向强，悟之极万法临近。若空寻文句，或信胸襟，于此一心性相如何了会？久悟修顿见似反而佛者，谓诸经论及诸禅门，或云先因见修功成，或然顿悟，或云先须顿悟方可见修，或云由顿修故见悟，或云悟修皆见，或云皆顿，或云法无顿见在机。如上等说，各有异义。言以凡者，为即悟即成佛，本无烦恼名为顿者，即不应修断。何得复云见修？见修即是烦恼未尽，因行未圆，果得未满，何名为顿？顿即非见，见即非顿，故云相反。如下对会，即顿见非为不相乖，反而乃互相滋也。实师资传授虚实要病者，未成上传授，方便皆先开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禅。性不异物多由执相，故欲显性先须破执，破执方便虚烦，胜具秉功过题。戒即无犯无持，禅即无定无乱。32相都是空花，37品皆为梦幻。亦使心无所着，方可修禅。后学浅识，便但只执此言为究竟道。又以修习之门人多放逸，故复广说心厌悔则贪。会赞叹勤俭，调身调息，粗细四谛。后人闻此，又迷本觉之用，便一向执相，为根立志坚者，始终是师方得悟修之志。其有幸福前者，才闻一义即未已足，仍是小会变为人师，为穷本末多成天职。故顿见门下相见如仇仇，南北宗中相敌如楚汉。喜足之会，摸象之欲，厌于此矣。今之所述，岂欲别为一本集而会之？勿在一元三点，三点个别既不成一。三宗若乖，焉能作佛？故知欲时传授要病，须见三宗不乖，须解三种佛教。前续有人难云：禅师何得讲说？于今总以此时一答也。故初以续西域祖师皆弘经论而也。禅圆珠全集都续卷上之一，禅圆珠全集都续卷上之二。唐归峰山沙门宗秘术上来，10亿里力昭然。但系对详禅之三宗教之三种，如今斗称足定浅深仙，续禅门，后以教正禅三宗者：一希望修心宗，二泯觉无际宗，三直显心性宗。教三种者：
一密意一性说相交，二密意破相显性交，三显示真心即性交。又此三教如四，同前三宗相对一以正之，然后总会为一位。今且先去谈宗。初希望修心宗者，说众生虽本有佛性，而无始无明复之，不见故轮回生死。诸佛以断妄想故见性了，出离生死神通自在。当知凡圣功用不同，外境内心各有分现，故须依之言教，背静观心息灭妄念，念尽即觉悟无所不知。如镜昏沉，须勤勤服侍，沉尽明现即无所不照。又须明解去路禅境方便，远离秽闹住闲静处，调身调息家夫淹没，舍主上心住一境。南北秀宝堂宣石等门下，皆此类也。牛头天台会筹求那等，进去方便积极大同，见解级别。二泯觉无际宗者，说凡圣等法，皆如梦幻，都无所有，本来空寂，非今始无。即此达无之智亦不可得。平等法界无佛，无众生，法界亦是假名，心寂不有。谁言法界无修，不修无佛不佛？设有一法胜过灭，我说亦如梦幻，无法可居，无佛可作，凡有所作皆是迷妄。如此了达本来无事，心无所寄，方免颠倒，使明解脱。石头牛头下至净山，皆是此理，便令心情与此相应，不令志情于一法上。日久功至尘习自亡，则于愿亲苦乐一切无碍。因此便有一类道士如生贤僧三禅离者，皆说此言，便谓真即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为法，何则江西天台等门下亦说此理？然非所宗。三指显心性宗者，说一切诸法若有若空，皆为真性。真性无相无为，体非一切，谓非凡非圣，非因非果，非善非恶等。然集体之用而能造作种种，未能凡能圣现色现相等。于中只是心性，复有二类。一云，即今能语言、动作、贪嗔慈忍、造善恶、受苦乐等，即汝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无别佛也。了此天真自然，故不可起心修道。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亦是心，不可将心还断于心。不断不修，任运自在，方明解脱。性如虚空，不增不减，合假天不，但随时随处息业，养神圣胎增长，显发自然神妙。此即是为真悟真修真正也。二云诸法如梦，诸圣同说，故妄念本即沉静本空，空寂之心灵之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借缘生不因境起，知之以自众妙之门，犹无始迷之故。妄执身心为我，起贪嗔等念。若得善有开示，顿悟空寂之知，
知且无念无形。谁谓我相人相？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知即无修行，妙门唯在此也。故虽被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但得无念之见，则爱恶自然淡薄，悲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寂了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烦恼尽时，生死即绝，生灭灭矣。寂照现前，应用无穷，名之谓佛。然此两家皆会相归性，故同一宗。然上三宗中，复有尊骄慢骄，随相毁相，具外难之门户，皆外众之善巧，教弟子之仪轨，种种不同，皆是二力行门各随其变，亦无所失。但所宗之理即不可有二，故须曰佛合会也。次下判佛教总为三种者，一密意一性说相交。佛见三界六道悉是真性之相，但是众生迷性而起，无别自起，故云一性。然根钝者足难开悟，故且随他所见境相说法见度，故云说相说。为彰显故云密意也。此一教中自有三类：一人天因果教，说善恶业报令之因果不差，具三途苦求人天乐，修施戒禅定等一切善行，得生人道天道乃至色界无色界，此名人天教。二说断惑灭苦乐教，说三界不安皆如火宅之苦，令断业惑之极，修道正灭以随机故。所说法术一向差别，以点邪正，以辨凡圣，以分心验，以明因果。说众生五蕴都无我主，具是形骸之色，思虑之心，从无始来因缘力故，念念生灭相续无穷，如水涓涓，如灯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于不觉执之谓我。保此我故即起贪，贪名利容我，嗔为情境恐心损我，痴处相错解非理绩效，等三毒。三毒基于意识，发动身口造一切业，业成难逃，影随形响应生，故受五道苦乐等身。此是别业所感。三界胜劣等处所居处，此是共业所感。于所受身还执为我，还起贪等造业受报，身则生老病死，死而还生；界则成住坏空，空而复成，节节生生轮回不绝，无始无终，如极景轮，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此上皆是前人天教中世界因果也。前但令咽下心上，未说三界皆可厌患，又未破我。今据说之，即苦集二谛也。下破我执令修灭道二谛，名出世因果，故名四谛教。不是我者，此身本因色心和未相。今推寻分析，色有得水火风之四类，心有受领纳好恶之事，想取向行
造作一切。10一了别之四类，此四语色都名五蕴。若皆是我，即成八我。况色中复有360段骨，段段个别皮毛、筋肉、肝、心、肺、肾各不相似。皮不是毛等，诸心术等亦各不同。见不是闻，喜不是怒。既有此众多之物，不知并取何者为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纷乱，离此之外复无别法。翻复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心等俱是众缘四，和相缘非一体。似我人相缘非我人，为谁贪嗔？为谁杀盗？谁修戒师？谁生人天？知苦集也。虽不至心于三界有漏善恶，断极地也。但修无我观智，道地以断贪等止息诸业，正得我空真如，得须陀洹果，乃至灭尽幻类的阿罗汉果。灭地灰身灭至永离诸户，诸阿含等618卷经，婆沙俱舍等698卷论，皆为说此小乘及前人天因果。不至虽多理不出此也。三将识破境交，说前所说境相，若起若灭，非为无我，亦无如上等法。但是情实虚妄变起，故云将识破境也。说上生灭等法不关真如，但各是众生无始以来法而有8种识，于中第8藏识，是其根本。顿变根身器界种子，转生7识，各能变现自分所缘，眼缘色，乃至7缘8见，8缘根众器界。此8识外都无实法。问如何变耶？答我法分别习力故。诸识生识变似我法，6、7、25名复故。缘此执为识我识法，如幻并众心昏见异色人物，梦相所见可知者，幻梦力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梦时执为识有外物，物来方知为梦所变。我此身相即于外境，亦复如是，为识所变。迷故执有我及诸境，即物本无我法为有心识，遂依此二空之智，修为识观及6度4摄等行，渐渐拂断烦恼所知二障，正二空所显真如，识得圆满，转80成4智菩提也。真如障尽，成法性深大灭也。解深密等数十本经，瑜伽为10数百卷论，所说之理，不出此也。此上3类都为第一密意一性说相交，然为第3将识破境交，与禅门希望修心宗而相符会，以知外境皆空故不修外境是相，为希望修心也。希望者，希我法之望；修心者，修为识之心。故同为识之交，即与佛同。如何毁他见门？希望看境时，服是明心助心，专注一境即加夫调身调息等也。此等种种方便，悉是佛所劝赞。经名云：
不必做不必不做，做与不做任逐机宜。明心运心各量习性。当高宗大帝乃至玄宗朝时，元顿本宗未行北地，为神秀禅师大杨建交，为二经法主三地门师，全称达摩之宗，又不显及佛之志。曹溪何则？恐元宗灭绝，遂科毁铸心福心等事。但是除病，非除法也。况此之方便，本是五祖大师教授，各皆应可谓一方师。达摩以闭关教人安心，外指诸缘内心无串，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又庐山远公与佛耶舍二梵僧所译达摩禅经2卷，据名坐禅门户见次方便，与天台及义秀门下亦去无殊，故四祖数十年中邪不至习，即知了与不了之宗，各由见解深浅，不以调与不调之行而定法义。天元旦自随并对治，不须暂此回避。此注通前序。有人问南于云：何以劝坐禅者？于今以此答也。二密亦颇向显性交，具真实了义，即妄指本空更无可破，无漏诸法本是真性，随缘妙用永不断绝，又不应破，但为一类众生直虚妄相障，真实性难得玄悟，故佛且不减善恶垢净性相一切呵破，以真性及妙用不无，而且云无，故云密意，又意在显性，于乃破相，亦不行于言中，故云密也。说前教中所辨之境际皆虚妄，能辨之时体独真实，心境互一空而自有故也。且心不孤体，脱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现，心空即境谢，境灭即心空，未有无境之心，曾无心之境。如梦见物似，能见所见之殊，其实同一虚妄都无所有。诸实诸境亦复如是，以皆假托众缘无自性故，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故空中无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18界，无12因缘，无4谛，无智，亦无德，无业，无报，无修，无正，生死灭平等如幻，但以不住一切无执无着而为道行。诸部盘惹千余卷经，集中百门等，三论广百论等，皆说此也。制度论百卷，亦说此理，但论主通达不直，故该收大小乘法相前同后一真性宗。此教与禅门名绝无寂宗全同，寂同世尊所说菩萨所弘。云何见门禅著及讲习之谱，每闻此说，即谤云：波无因果，佛自云：无业无报，岂邪见乎？若云佛说此言自有深意者，岂禅门此说无深意耶？若云我曾推至绝无深意者，自是汝欲不解之流。但可贤人，岂可是法？此上依教具佛
本意虽不相违，然后学所传多直闻迷志，或各执一见彼此相非，或二皆犯心混沌不晓。故龙树提婆等菩萨，一破相交广说空义，破其只有令动，然解于真空。真空者是不为有之空也。无着天亲等菩萨，一为实交广说明相，分析性相不同，染净个别，破其直空令力，然解于妙有。妙有者是不为空之有也，虽各述一义，而具体缘具，故无为也。问若尔何故以后有轻便护法等诸论师互相破耶？答此乃是相成，不是相破。何者？以末学人根器见顿护直空有故，轻便等破定有之相，令尽彻至毕竟真空，方乃成彼缘起妙有。护法等破断灭天空亦存妙有，妙有存故，方乃是彼无性真空。文即相破，义即相成，续前疑难备，禅门相近今于此绝也。由妙有真空有二义故，一即相为义，为互相害权夺永尽；二即相顺义，为名合一相具体权摄。若不相夺权尽无，以具体权收故，即相为方即顺也。龙树无着等就即顺门故相成，轻便护法等具即为门故相破。为顺自在成破无碍，即于诸法无不可会耳。哀哉此方两宗后学经论之者，相非相斥不亦愁愁，何时得正无生法忍？今顿见禅者亦复如是，努力通见悟天局也。问西域先贤相破，既是相成，岂可此方相非变成相即？答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各个关心，各个察念。留药防病不为见人，立法防奸不为闲事。三显示真心即性交，直指自心即是真性。不曰是相而是，亦不曰心相而是。故云即性，不是方便隐秘之意，故云显示也。此教说一切众生皆有空寂真心，无始本来性自清净，不因断惑成净，故云性净。宝性论云：清净有二，一自性清净，二离垢清净。圣云：自性清净心难可了知，此心为烦恼所染，亦难可了知。是云：此心超出前空有二宗之力，故难可了知也。明明不昧了常知。下引佛说：尽未来即常住不灭，名为佛性，亦名如来藏，亦名心地。达摩所传是此心也。从无始即妄想一知，不自证得单着生死。大觉明之出现于世，为说生死等法一切皆空，开示此心全同诸佛。如华严经出现品云：佛子，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具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即得现前。譬如有大经卷，欲佛智慧，两等3000大千世界，智体无边阔周法界，
书写3000大千世界中是一切皆尽。玉体上本有杀，功德杀妙用也。此大经卷，虽复2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尘中。欲佛智，全在众生身中圆满具足也。如一微尘，举一众生为例，一切微尘皆亦如是。实有一人，智慧明达，欲世尊也，具足成就清净天眼。见此经卷在微尘内，天眼力格障见色，欲佛眼力格烦恼见佛智也。于诸众生无少利益，欲迷时都不得其用，与无不别。集体方便破彼微尘，欲说法除障，出此大经卷，令诸众生普得饶益。云云乃至，如来智慧亦复如是，无量无碍普能利益一切众生。何书写3000世界事，具足在于众生身中，何微尘中？但诸凡于妄想执着，不知不觉不得利益。尔时如来以无障碍清净之眼，普观法界一切众生，而作是言：其哉其哉！此诸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愚痴迷惑不知不见，我当教以圣道，令其永离妄想执着，自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异。即教彼众生修习圣道，六波罗蜜37道平等，令离妄想。离妄想以正得如来无量智慧，利益安乐一切众生。问上记云性自了了常知，何须诸佛开示？答此言之者，不是正知，亦说真性不同虚空木实，故云之也。非如圆净分别之时，非如照体了达之智，直是一真如之性，自然常知。故马明菩萨云：真如者自体真实实之。华严回向品亦云：真如照明为性。又据问明品说：知与智异，智局于圣不通于凡，知及凡圣皆有，通于理智。故觉首等9菩萨问文殊师利言：云何佛境界智？正悟之智。云何佛境界之本有真心？文殊答智云：诸佛智自在，三世无所碍，过去未来现在世，无不了达，故自在无碍。答之云：非时所能识，不可识时者，以实属分别。分别即非真知，真知为无念，方见也。亦非心境界，不可以致知。未若以致正知，即属所正之境。真知非境界，故不可以致正。瞥体照心，即非真知也。故经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论云：心不见心，何得大师云：你心即他。故北宗看心是失真执，心若可看，即是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其性本清净，不待离垢或方净，不待断疑着方清，故云本清净也。就宝性论中，即简非离垢之境，是彼性净，故云其性本清净，
开示诸群生。即云：本境不待断障，即知群生本来皆有，但以惑意而不自悟，故佛开示皆令悟入。即法华中开示悟入佛之见。如上所引，佛本出世只为此事也。比云：使得清净者，即宝性中离垢清净也。此心虽自性清净，终须悟修方得性相圆净。故数十本经论，皆说二种清净，二种解脱。今只学浅之人，或只知离垢清净，离垢净解脱，故毁禅门即心即佛；或只知自性清净，性净解脱，故轻于交香，次于持律，坐禅吊伏等行，不知必须顿悟自性清净，性自解脱。渐修令得离垢清净，离障解脱，成圆满清净究竟解脱。若身若心无所拥滞，同是家佛也。宝藏论义云：知有有坏，知无无败，此皆能知有无之智。真知之，有无不计，计不计有无即自性无分别之。如是开示灵知之心，即是真性与佛无异，故显示真心即性交也。华严密严圆觉佛顶圣如来藏法华灭等40余部经，宝性佛性体信实得法界灭等15部论，虽或顿或见不同，据所显法体皆属此教，全同禅门第三直显心性之宗。即马明标心为本源，文殊简之为真体，如何破相之当？但云寂灭不许真知说相之家，直凡一圣不许即佛。今曰佛教判定正为斯人，故前去西域传心多篇经论无二途也。但以此方迷心，直文以名为体故。达摩善巧简文传心，标举其名，心是名也，莫是其体，知是心也。欲以闭关，如上所叙，令觉诸缘，问诸缘觉时有断灭否？答虽觉诸念亦不断灭。问以何证验云不断灭？答了自知言不可及。诗集印云：知此是自性清净心，更无疑也。若所答不弃，即但遮诸非更令观察，毕竟不与他先言之字，直待自悟方验时，是亲证其体，然后印之令觉于疑。故云：莫传心印，所言莫者，为莫之字，非总不言。六代相传皆如此也。至何则识他宗静波？欲求默契，不欲机缘。又思为达摩玄思之计。达摩云：我法第六代后，命如玄思，恐宗旨灭绝，遂明言之以自众妙之门，任学者悟之浅深，且悟图宗教不断，亦是此国大法运数所致。一类道俗何得普闻故感应如是，其莫传者于人不知，故以袈裟为信。其显传者学徒易变，但以言说除疑，况既行言足可引经论等为证。前去外难云：今时传法者说密与否？今以此答也。法是达摩之法，
故闻者浅深皆异，但悉密而精显，故不明密语。其可明别法亦别耶？问吾此心以如何修之？还依出说相交中另作禅否？答此有二义。未婚审后重难可测发，调举猛力不可一服。贪嗔炽盛处境难治者，即用前交中种种方便随并调伏。若烦恼微苦会解名利，即依本宗本教一行三昧。如体信云：若修持者，住于静处端身，正义不依气息形色，乃至唯心无外境界。金刚三昧经云：禅即是动不动，不禅是无生禅。法句经云：若学诸三昧，是动非作禅，心随境界流。云何名为定？定名云：不起灭定现诸威仪，行住坐卧，不于三界现身意，是谓演作。佛所应身，据此即已达。三界空花四生梦寐，一体体常修而无修。上不住佛不住心，谁论上界下界？前去难云。聚焦虚隐上界定者，以管窥天但执全宗之说。见此了教理应怀惭而退。然此教中以一真心性对染净诸法，全减全收。全减者，如上所说，具客体直指灵之，即是心性，余皆虚妄。故云：非识所识，非心境等，乃至非性非相，非佛非众生，离四俱绝百非也。全收者，染净诸法无不是心，心迷故妄起惑也。乃至四生六道杂秽国界，心无故从体起用。四等六度乃至四变实力妙身净沙，无所不现。即是此心现起诸法，诸法全即真心。如人梦所现世，世世皆人。如今作气，气气皆心。如镜现影，影影皆镜。梦对妄想业报，气欲修行，影欲应化。故华严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物。起信论云：三界虚伪为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乃至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背，故一切法如镜中香。楞伽云：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名如来藏，能辨清造一切去生，造善造恶受苦受乐，与因俱故知一切无非心也。全减门摄前第二脱相交，全收门摄前第一说相交。将前忘此，此则迥异于前；将此摄前，前则全同于此。深必该浅，浅不至深，深者只显出真心之体，方于中减一切收一切也。如是收减自在性相无碍，方能于一切法悉无所住，唯此名为了义。更有心性同义顿见为防，即所排诸家言教不至次第，数作大义悉在下卷。禅圆诸全集都续卷上之二，禅圆诸全集都续卷下之一。唐归峰山沙门
宗密术上之三教，摄尽佛一代所说之经，及诸菩萨所造之论，细群法义，遍见三义全书，依法无别。就三义中，第一、第二空有相对，第三、第一性相对，皆调然意见。为第二、第三破相与显性相对，讲者禅者同迷，皆为同是一宗一教，皆以破相辩为真性，故今广辩空宗性宗有其实义，一法一真俗义，二心性二名义，三性自二体义，四真至真之义，五有我无我义，六遮全表全义，七任明任体义，八二谛三谛义，九三性空有义，十佛得空有义。出法一真俗义者，空宗原为显真灵之性故，但以一切差别之相为法，法是俗谛，照此诸法，无为无相，无生无灭，无增无减等为义，义是真谛，故制度论以俗谛为法无碍辩，以真谛为义无碍辩。性宗则以一真之性为法，空有等种种差别为义。故经云：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华严时得义云：法者之自性，义者之生灭，法者之真谛，义者之俗谛，法者之一成，义者之诸成。如是十番是法，义而无碍义，皆以法为真谛，以义为俗谛。二心性二名义者，空宗一向目诸法本源为性，性宗多目诸法本源为心。目为性者诸论多同，不必叙述目为心者。圣云：自性清净心。起信云：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名字心缘等相，乃至为是一心。楞伽云：坚持心，良由此宗所说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之，故应目为心也。三性自二体义者，空宗以诸法无性为性，性宗以灵明常住不空之体为性，故性自虽同，而体异也。四真至真之义者，空宗以分别为之，无分别为智，智深之田；性宗以能正胜理之妙慧为智，以该于理，智通于凡圣之灵，性谓之知通智觉。上引问明品以自分别，况时回向品说真如云：照明为性。起信说：真如自体真实实之，无有我无我义者。空宗以有我为妄，无我为真；性宗以无我为妄，有我为真。故灭经云：无我者名为生死，有我者名为如来。又云：我既无我是颠倒法，乃至广破二乘无常无我之见，如春池之力为宝，广赞常乐我净而为究竟，乃至云无我法中有真我，良由众生迷自真我，妄执五蕴为我。故佛于大小乘法相即破相交中破之云无，今于性宗执明实体，故显之云有也。六遮全表全义者，遮为显其所非，表为显其所是。又遮者简却诸于表者直是当体，
如诸经所说真妙理性。美云：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无因无果，无相无为，非凡非圣，非性非相等，皆是遮权。诸经论中，每以非字非确诸法，动即有30、50个非字也，不自无自意耳。故云觉百非。若云知见觉，照灵见光明，朗朗昭昭，清清寂寂等，皆是表权。若无知见等体，显合法未性，说合法不生灭等，必须认得见今了然，而知即是心性，方说此之不生不灭等。如说烟云不但是遮，云前是表；说水云不前是遮，云湿是表。诸交美云绝百非者，皆是遮此只显一真，方为表语。空宗之言但是遮全，性宗之言有遮有表，但遮者未了，兼表者乃得。今时学人皆谓遮言未深，表言未浅，故为众非心非佛，无为无相，乃至一切不可得之言。良由但以遮非之词为妙，不欲亲自正认法体，故如此也。勿惜后即认遮表临时，期认明认体义者，为佛法是法，一一皆有明体。且如世间称大不过四物，如是论云：地水火风是四物名，坚湿暖动是四物体。今且说水。设有人问：每闻成之极轻，混之极浊，验之极至，觉之极流，而能盖贯万物，洗涤万秽，此是何物？举功能易用而问也。答云：是水。举名答也。愚者认明便为一解，智者应更问云：何者是水？指其体也。答云：湿即是水，客体直也。此一言辩定更无别字可替也。若云水波清浊明流是水，何异他所问之词？佛法一耳。设有人问：每闻诸经云：迷之极垢，悟之极净，纵之极繁，修之极盛，能生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此是何物？举功能易用而问也。答云：是心。举名答也。愚者认明便谓已实，智者应更问：何者是心？指其体也。答之即是心，指其体也。此言最得。愚字不如。若云非性非相能语言运动等是心者，何异他所问此也？以此而推水之明体，各为一字，于皆易用。心之明体亦然。湿之一字贯于清浊等万用万义之中，知之一字亦贯于贪嗔慈忍善恶苦乐万用万义之处。今时学禅人多疑云：达摩但说心，何则可以说之？如此疑者，岂不似疑云彼只闻井中有水？云何今日忽觉井中湿耶？思之，直须悟得水是明不是，湿是水不是明，即清浊水波明流，无义不通也。以立心是明不是知，
知是心不是名，即真妄构尽善恶，无义不通也。空宗相宗未对，初学即浅机，恐随言生执，故但标明而遮其非，为广以义用而引其意。性宗对九学及上根令妄言任体，故一言直事。达摩云：只一言以直事，后人亦不解形似。何者是一言？若云即心是佛是一言者，此是四言，何为名一也？任得其意，方于体上照察义用，故无不通义。八二第三第一者，空宗所说是出世间一切诸法不出二谛，学者皆知，不必引示。性宗则摄一切性相及自体总为三谛，以缘起色等诸法为俗谛，缘无自性诸法即空为真谛。此与空宗相宗一谛，亦无别也。一真心体，非空非色，能空能色，为中道第一义谛。其由明镜，亦具三义，镜中影像，不得忽亲为黄。言之个别，如俗谛影无自性一一全空，如真谛其体常明，非空非青黄，能空能青黄，如第一义谛。据如璎珞大品本业等经所说，故天台宗依次三谛修三止三观，成就三德也。九三性空有异者，三性为变计所执性，忘情于我及一切法周边计度，一执为实有。如痴海镜中见人面相执为有，命至爱骨肉等，一得体性，此所执法，依他众缘相因而起，都无自性，为是虚相，如镜中影像也。缘成实性，本觉真心始觉显现，圆满成就，真实常住，如镜之名。空宗云：诸经每说有者，即曰遍计依他；每说空者，即是缘成实性。三法皆无性也。性宗及三法，皆具空有之意，为遍计情有理无，依他相有性无，缘成情无理有，相无性有。实佛得空有义者，空宗说佛以空为德，无有少法是名菩提。色见声求皆行邪道。中论云：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性宗则一切诸佛自体，皆有常乐我净，实身实智真实功德，相好通光一一无尽。性自本有不待机缘，实亦力然二门欢矣。虽分交相异物至平，三教三宗是一位法，故须先约三众佛教正三宗禅心，然后禅教双忘心佛俱寂。俱寂即念念皆佛，无一念而非佛心；双忘即句句皆禅，无一句而非禅教。如此则自然闻敏觉无际之说，知是破我之情；闻希望修心之言，知是断我习气。知情破而真性显，即敏觉是显性之宗；习气尽而佛道成，即修心是成佛之行。顿见空有寂无所乖，
合则将息嗅能起不相弃。若能如是通达，则为他人说无非妙方，闻他人说无非妙药。药之与病，只在直之与通。故先得云：直则字字疮疣，通则闻闻妙药。通者了三宗不相违也。问前云：佛说顿教见教，禅开顿门见门，为审三种教中何顿何见？答法亦深浅，已被尽于三种。但以世尊说时一事不同，有称理顿说，有随机见说，故复名顿教见教。非三教外别有顿见，见者为中下根基时未能信悟圆觉妙理者。且说前人天小乘乃至法相，上阶第一教也，破相第二教也。待其根器成熟，方未说于了义及法华灭等经是也。此即下逐基顿教合为第三教也。其化一顿即总摄三班，悉于此方古今诸德所判教为30-50者，但是见教一类，不设华严经等。顿者复二：一逐基顿，